歡迎嚟到樓市指南針。數據顯示啦，12月至今公屋註冊量顯著急升。今集節目我哋請嚟有長益地產區域董事黃慶德喺度嘅。Hello Kevin。Hello， 你好，你好。Hello， 見代理數據顯示啦，包括白居二在內嘅公屋註冊量，單係12月嘅上半個月啦，已經係超越咗11月全個月㗎啦。係咪都應該未反映晒白居二2024嘅成交喺當中咧？估計個成交熱潮可以 keep 到幾耐啊？其實如果以往白居二，因為今年嘅白居二係10月份先至出批准信啦，咁而家只不過啱啱開始嘅啫，其實咁預計可能都維持到去下年嘅年尾咯。因為譬如就算以往往年為例啦，其實去到譬如上一年年度係去到25年嘅3月4月啦，咁其實3月4月年頭嘅成交都係多嘅，咁只不過即係今年中度嘅時候，中期嘅時候咧就冇咗白居二啦，變咗係放緩咗。咁去到10月份嘅時候，一開始批翻出嚟咧，其實嗰個成交量都急升。咁數據都見到咧，就係300萬樓下嘅成交就最多啦，加埋有過百宗嘅註冊㗎。咁你哋即係實際嘅前線見到嘅情況係咪都係咁咧？而買家佢哋揀樓嘅時候係咪都可能以100-200萬嘅一啲樓盤為主咧？其實如果喺屯門咧，啲公屋啦，啲公屋屋苑，譬如係良景啊、良景村啊、山景村咧，基本上大部分都係300萬以下㗎啦。咁甚至我哋有啲成交係低過100萬都有嘅，係啦。咁如果譬如你話可能有啲居屋啦，譬如係龍門居啊，或者兆麟苑呢啲小型嘅單位，即係可能兩房單位咧，其實成交都有啲係300萬以內嘅，即係可能200零萬都有。咁譬如話可能揾細單位啲咧，集中都係呢啲價位多嘅。係啦，係啦，喺你哋嘅盤源最集中嘅地區啦，見白居二2024個批准信出咗之後啦，個成交表現有冇話有幾大改善咧？多咗幾多個 % 左右咧？頭先講過啦，就係譬如今年係10月份開始批出個批准信啦。咁譬如以呢個屯門區為例咧，咁其實我哋個居二成交都升咗97%嘅。係啊，咁天水圍嗰個幅度仲犀利，咁去到178%嘅，咁平均即係兩區加埋咧就大概145%度都增加咗，係啦。好咁如果真係頭先即係都聽到你有提及過一啲嘅即係屋邨啊或者屋苑嘅名啦，有冇話邊一啲真係最受歡迎嘅？佢哋嘅成交量同埋個平均尺價又做成點咧？如果屯門區先啦，屯門區居屋嚟講咧，成交量最高就應該係龍門居，係啦。咁龍門居譬如過往嘅成交啦，即係近期成交係包括有個大單位啦，592尺成交都係大概328萬一個低層嘅單位。咁其他細單位咧就有啲可能大概280萬左右。咁平均個尺價大概7000蚊尺度啦，如果個成交水平有係啦。咁另外譬如你話其他較為熱門啲咧，就包括係兆麟苑啦，咁同埋富健花園嘅。咁譬如平均價咧，兆麟苑為例咧，就會低少少，大概6100蚊到。咁其次就係富健啦，富健就大概6600，係啦。咁頭先龍門居就大概係6900蚊到嘅。咁另外如果天水圍咧，就較為熱門啲就係天頌苑，係啦。咁天頌苑譬如喺10月啦，10月去到而家呢一刻為止咧，其實個成交量去到60幾宗嘅，淨係天頌一個屋苑單一屋苑計。咁另外其次就成交價咧，講緊成交價就大概係6200蚊到。咁另外咧排第二就係天盛苑嚇，天盛苑就因為較為近呢個天水圍嘅西鐵站啦，咁所以佢都係較為熱門嘅嚇。咁尺價係會略高少少，大概7300蚊到，係啦。咁譬如10月至12月都有64宗嘅成交咯，我哋錄得。咁跟住排第3咧就係天富苑啦，天富苑咧就係都有40幾宗，係啦。咁價錢就大概6500蚊到嘅。係啦，即係近排咧啲舊樓維修都係市場嘅焦點啦，而屯門咧都多比較係高樓齡嘅屋苑㗎。近排咧就有個屯門怡樂花園嘅維修工程嘅相關風波喺呢一度。咁呢啲嘅個案咧，會唔會影響到買家入市舊樓嘅一啲信心咧？其實會有少少影響嘅，始終有。而家啲買家會關心咗究竟嗰個屋苑係完成咗大維修未啦？
咁啊或者有冇啲係而家傾緊大維修，將會有呢個工程做嘅，咁都關心咗呢啲話題嘅，係啊。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話舊少少屋苑有咩嗱，如果而家頭先我講幾個熱門屋苑咧，其實都未有呢啲維修問題。咁同埋可能暫時呢幾個屋苑咧，都係大概最耐嘅，可能兆倫苑都係大概30年樓到，係啦。咁暫時都未涉及嗰個大廈維修嘅問題嘅。咁但係譬如你話呢啲同再舊少少嘅居屋有咩優點咧？或者同啲新居屋比咧，其實新居屋而家好多咧就集中都係一啲小型、中小型嘅單位多。咁譬如頭先我講，可能天水圍為例咧，其實都有啲600幾尺以上嘅單位啦。咁其實呢啲都受啲家庭客嘅歡迎，係啊，因為你新居屋好少有咁大嘅單位嘛，係啊。咁同埋有啲就覺得始終呢啲二手居屋咧，嗰個發展嘅配套已經好完善，咁啊唔需要話即係再擔心日常生活啊、交通啊各樣嘢嘅需要，係啊。好啊。